生肖屬鼠嘅人，今年適逢丙午馬年，由於子午相沖、鼠馬相沖，形成咗沖犯太歲嘅格局，加上命宮中有多粒空星聚集，導致今年嘅流年運勢崎嶇不平，充滿挑戰。你必須時刻提高警惕，凡事三思而後行，切勿輕舉妄動。事業運，今年事業發展需格外謹慎，受天坎空星影響，警示你今年容易招惹無妄之災。喺工作上，務必盡量保持低調，謹言慎行，避免因言行不當而成為代罪羔羊。此外，囚獄空星入宮，意味住今年容易招惹官司訴訟，因此行事必須奉公守法，切勿心存僥倖，以身試法，以免招來牢獄之災。喺事業策略上，今年應以穩守待時、以退為進為原則，暫時凡事以忍讓為先，退一步方能海闊天空。請切記唔好同人斤斤計較，以牙還牙，避免因硬碰硬而導致兩敗俱傷嘅局面。事業貴人，生肖屬雞同屬牛嘅人係你今年嘅重要助力，若能同佢哋真誠合作、同心協力，將有望幫助你衝破困境。事業吉利方位東南方，有利行業，從事與水或土相關嘅行業相對有利。財運，今年嘅財星嚴重破損，正財及偏財、橫財嘅運氣都唔理想，不宜抱有過高期望，應盡量避免進行高風險嘅投資或參與賭博，以免輸得焦頭爛額、血本無歸。健康運，健康狀況不穩定，特別係呼吸系統容易出現問題。如果出現氣喘、長期咳嗽等症狀，務必盡快就醫診治，切勿拖延。此外，日常活動中亦要小心謹慎，慎防意外摔傷。感情運，今年你嘅情緒容易陷入低落，時常感到孤單失落。喺感情關係中，可能會因為心緒不佳而忽略咗對伴侶嘅關懷。建議多同伴侶溝通，並尋找合適嘅方式排解負面情緒。想知多一啲來年個人運勢，歡迎揾我詳細算一算。我係陳發齊師傅。